自2024年6月初7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先见与偏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提摩太前书第5章17节到第6章第2节。后伫你教会的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，特别尽力伫讲道甲教示的，搁较着安尼。因为圣经讲，底拖石磨的牛，毋通甲伊挂牛喙篮，搁讲工人应该得到工钱。控告长老的案件，若毋是有2个，也是3个证人，毋通受理。继续犯罪的人，着伫证人的面前甲因谴责，互其他的人得到警戒。我伫上帝基督耶稣甲受选的天使的面前命令你，着遵守这个教示，毋通有成见，无论做甚物，都毋通偏心。毋通随便甲人行按手礼，毋通参与别人的罪，着保守家己纯洁。因为你的胃无好，常常破病，毋通简单啉水，嘛着啉淡薄酒。有一寡人的罪真明显，还未审判就真清楚；有的人的罪后来才显露。亲像安尼，好行为嘛真明显，无明显的嘛看袂牢。伫人的管辖下做奴隶，着看家己的主人做堪得充分受尊敬，上帝名甲道理才袂受亵渎。主人若是信主的，毋通因为因是主内的兄弟，就无甲因尊敬。既然对奴隶的服侍来得到利益的主人是信徒，嘛是所敬爱的人，恁搁较着温群甲因服侍。你着用这个事来教示甲劝勉。成见与偏心，教会团体的纷争，常常来自管理阶层的混乱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教导提摩太按立长老的时爱审慎，对显而易见的罪行应该公开谴责，对所有犯罪的人无应该私心偏袒。写甲俄古斯丁捌讲，伤害公众的罪，踮背后责备是无路用的，因为人拢可能互罪恶迷惑，甚至受撒旦蒙蔽甲欺骗。保罗伫遮吩咐提摩太，爱秉持公正，毋通心存成见甲偏心来下判断。身为教会领导者，所思考的是甚物？就是爱谨慎举荐同工，毋通讲入别人隐藏的罪行，爱保守家己的纯洁。总是人的罪行往往极隐密，需要小心查证，才会当揭发。2023年，台湾爆发一连串 MeToo 性骚事件，就是上明显的例。何况人伫罪恶中往往掠做家己是自由的，煞毋知家己的意志已经互罪夹制，根本无自由意志通讲。英国基督徒作家 C.S. Lewis 用活跳跳的比喻，鱼伫水内
毋知家己是谈的，来描述信点最终的人。咱做军队基督的仆人，应该摒除一切偏见，不论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阶级，拢平等看待。毋通互私心主导判断，是爱遵趁主的命令。1895年5月底，当日军攻陷基隆，台湾民主国的核心官员纷纷坐船逃往中国。遐原本对中国招募来的兵勇，慌乱中败逃，走到台北城，搁抢夺公共财产，抢劫民家，四界放火，城内乱象惨不忍睹。当时，美国战地记者李密森 （James Wheeler Davidson） 和几位谈判见状，担心发生憾事，就前往城外日军营区报告。台北城内陷入无政府状态，5人减少伤亡。后来因回城报告，日军已经大举来袭，败逃的中国兵勇听到消息，即刻逃散。当时，北部士绅组织商讨营运之道。后来，崔派顾显营伫6月7日迎接日军入城，台北城和平移交日军，并未发生屠杀。这位美国记者的协助，解决当时的纷扰，也促成和平。昨日真侪现实的混乱，并未拢会当亲像安尼和平落幕，因为生活中凊彩拢通看见人的成见甲偏私。长期以来，台湾人普遍对国共内战后对掌视政权内台的外省人心存成见，恐惊也是侪历史事件累积来的。2024年初，台湾总统大选，在野政党伫催派总统候选人的过程，若像互人看见政党之间的彼此算计，凸显各阵营的利益盘算，较毋是看重人民福祉，甚至针对特别族群操弄成见，试图影响选情。种种作为，拢互个人和政党的私心暴露无遗。基督徒和教会信仰团体着掠这做鉴戒，千万毋通心存偏私甲成见，免得引发争端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容易互家己的私心主导对人的评价，或者是存着偏见来判断身躯边所发生的人事物？我是毋是容易互家己的私心主导对人的评价，或者是存着偏见来判断身躯边所发生的人事物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会当除去彼此的成见，活出疼的样式。求主将属天的智慧赐予教会的领导阶层，互因的作为会当显明上帝的公义甲慈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